公路局进前公布汽车查日纸使用指引，建议讲挡风玻璃透光率要爱70%以上，窗仔嘛爱40%以上哦。明年开始，新领牌车就会立管咯。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质疑讲，无共牌子的车玻璃透光率无共，各打查日纸落去检验，恐惊会产生真侪争议。使用甲假日纸沿车窗仔机，好咧甲搭入去哩。这只日本车用仪器检测。 出厂迄阵，头前玻璃有79%的透光率，那后壁汤比头前汤较暗，若搁打假日纸会搁较暗。欧系车跟日系车，他们的玻璃照出来的深浅度就原本都不一样。那你说如果用80%的玻璃贴70%的隔热纸，那其实测出来是60度而已。那60度其实还是。 以法规要70，其实是做不了。业者讲，每一只原厂玻璃的透光率拢无共，就算未来对假日纸做统一的规范，搭起了嘛有个别的差异。行人甲路权团体攻击讲，交通部敢若针对假日纸各项的透光率的规范，拢无要求实际的透光率，嘛无要管理旧车，这是真严重的问题。 有的车需要贴，有的车不需要贴，旧车不纳管，只管新车，造成我们道路环境上面的一国两制。为什么要去做整体的透光度？因为目前以公路局他们所找的资料，只有德国再去做隔热纸的单品的检验，规范整体的透光率，才可以去保障说，你这个树脂的规范是有统一的。 平路有名行人路权促进会嘛讲，根据韩国的研究，总透光率上低的车窗，驾驶人伫暗时赛车，目睭反应就敢若啉酒赛车同款，呼吁交通部爱甲错误的政策修正来，用契约标准来量测，嘛要提出具体的旧车管理时间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